想倒立做得穩，係咪一定要有超強嘅核心？答案係 no， 只要你做到1分鐘嘅 plank， 核心就已經夠力去應付倒立。其實倒立同企起身非常相似，因為身體係垂直同重力係向下施力，核心係唔需要直接去對抗重力，所以唔直同埋唔穩定，通常唔係因為核心唔夠力，而係力度控制唔準確。當腹肌太放鬆，我哋會咬腰，變成香蕉型，骨會唔穩定。但過度用力收腹，亦會令臀部翹起，變成箭嘴型，同樣都係唔穩定。穩定嘅秘訣就係平衡收腹同推臀嘅力度，控制好骨盤，聯繫到上下身嘅發力，倒立就會更加直、更加穩。簡單嚟講，核心係唔需要好用力，最緊要係力度控制得夠準確。所以，與其瘋狂練 plank 或者 hollow 去加強核心，不如多啲做對牆倒立嘅骨盤控制練習，咁先係令倒立穩定嘅捷徑。如果你嘅目標都係令倒立更穩定，想解鎖空倒立，咁就歡迎參加我哋嘅倒立團體課程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點擊 bio 下面嘅 Chi Link 連結報名。